Hello，我係 Alfred。咁我同阿 Kitty 呢，今日好開心，能夠第一次追星，能夠就見到我哋嘅偶像阿張雨晨。咁其實我哋見到都喺電視機旁邊呢，就喺無線嘅中年好聲音3嗰度見到阿張雨晨嘅表演啦。咁我哋真係睇得好開心嘅，即係佢唱得歌真係好聽到呢。我老婆都入晒迷嘅。咁所以我哋今次呢，都係人生之中第一次呢，就去追星呢，去見阿張雨晨嘅。因為現場好熱鬧啊，好多人啊，所以我都要上一樓呢，避咗啲人群呢，揾個靚嘅角度去睇翻個台咯。好快呢，工作人員同啲歌手陸續咁進場呢，就開始個節目噶啦。焦點當然係今屆中年好聲音第3嘅選手啦。咁又話占士丁丁啦、黃渤啦，有張雨晨啦，有劉洋啦、李金海啦。好開心嘅，好陽光嘅感覺送俾大家。不過今次呢一首歌就有少少特別嘅，介紹下先好嘛？呢首歌咧，佢自己本身真係會即係我將佢調整得咧比較入翻個深度嘅，就係比較安靜啲。係，所以大家一陣間可以細心咁聆聽張雨晨唱以下落嚟嘅呢一首作品，叫做《一生可靠》，送俾大家《一生可靠》。我得到沒有，沒法解釋得失錯漏。剛剛聽到望到，便感覺不知哪裏追究。一生可靠，誰判決放棄與擁有？好像我這一生觸不到而拋開，一生可靠，迷惘裏永遠看不透，沒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。呢啲時候可以尖叫㗎啦！冷氣那可休，回頭多少個秋，尋遍了卻偏失去，未盼卻在手。我得到沒有，沒法解釋得失錯漏。剛剛聽到望到，便感覺不知哪裏追究。識唔識唱啊？一齊唱咯！夢內每點繽紛，一消失那可收。哦，一生可靠，誰人也怕你遠水走。沒料到我所失
自己好似嚟咗睇演唱會一樣啊，好正啊！希望大家如果陣間稍後歌手上到嚟，如果識唱，一齊唱好唔好？係啊，thank you，多謝晒雨神 thank you，多謝晒演員嚟一個咁好嘅場。完場後呢，我又見到佢好好咁樣同啲歌迷呢逐個咁樣selfie，咁我都想搏下懵啦，但係實在太多人啦，咁所以呢，都即係我都打成輸數。點知高潮就喺後邊，原來呢，成班張雨晨嘅 fans 呢，就喺另一個出口度呢已經排定隊呢等緊阿張雨晨簽名噶啦，咁我都即刻過去啦。我老婆直頭攞埋個手機殼呢俾阿張雨晨簽名添。到我老婆呢，好開心，現場啲 fans 送俾啲花呢，同埋嗰啲叮當嗰啲裝飾呢，真係好靚嘅。咁成個氣氛真係好好咯，好 warm 咯。咁真係要多謝阿張雨晨啦。